家农来看这个第4届台湾农人电影节登场咯。9月21甲22两天，伫台南的文学馆来举办。蔡总统甲文化部长郑丽君嘛特别用手语帮这个电影节拍摄着宣导的底片。 电影内面这查囡仔拢是看大人的嘴唇，咧用因所讲的话，一直到有一天，伊总算学晓手语。这是去年得到第90届奥斯卡金像奖最佳实景底片奖，点点的囡仔表示天生听力障碍，一直到社工师教手语，才会当教人沟通。摇头。其实伫现实生活中嘛是听力障碍。今年台湾国际人人电影节特别邀请片中的主角伯仔囝来台湾交流，希望让更较侪人对手语甲听力障碍人士有更较侪认识。我们聋人其实展现了他们创作的才华，然后可以让所有的台湾人都知道，甚至让国际社会都知道。 今年的人人电影节精选4部电影，也佫有加入糖分甲罕见疾病议题。蔡总统嘛特别拍影片，用手语帮电影节宣传，希望当透过电影宣导手语，让大家认识听力障碍对因更加友善。